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日本电子游戏的开发商任天堂第一届伫台湾举办着快闪店。这个店内除了有日本独卖商品，阁有机台会当现场来试算，卖少卖众，一透早就到现场排队等要入场。 离开幕要2、3点钟，百货公司1楼已经排真侪人啊，辛苦的配备嘛真侪，全拢是为了这。差不多6点半了，任天堂的主机啊，跟马里奥的游戏啦，跟他的京都去年开幕有买的衣服，马里奥乐园它是装爆米花桶的，那我里面是装零食。马里奥我是希望看到有那些布置，因为任天堂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巧思跟彩蛋放在类似商店或者是展场附近的地方。 一个入去店内随看，就是任天堂标志性的红白配色，上大亮点就是日本特产的商品，超级马里奥、萨达尔传说甲动物森友会，英国敢会当伫台版涩谷买到的物件，这么伫台湾嘛买到。 另外一个特色商品就是我手上这一把萨尔达传说的剑，这把剑估计在玩具店只要一开放预购就会被抢购一空，现在在现场也可以买到。 梦幻的商品1比1的寸球，现场的机台佫会当试算。快闪店去过韩国、香港，头一摆来台湾，虽然无台湾的限定商品，不过嘛是一个进步。量样门市其实本身它在这个品牌的粘度上其实算很高，所以说这次有特别跟日本那边去进行争取，看有没有机会把日本一些限定的商品，在台湾以快闪店的形式来去贩售给各位的消费者。 任天堂伫游戏界算是元老级的选手，不过其他业者嘛是输人唔输阵。听讲索尼后一代 PS6已经咧开发2款规格晶片，将有机会重返掌机市场。冇爱算的人意外发现讲，数发部提早公开《死亡笔记簿》主机的新作，小林说公开这个消息，爱算的人拢真期待。 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